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5月3号，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黄金。最近黄金像坐了过山车一样，金价先是一路爬坡，后来又是跳水，也引发了很多人关注。金价一路爬坡，老有人问能不能买黄金。现在金价也在跳水，这个波动比较大。即便你过去进去买了黄金的，说不定现在已经不赚钱了，还在赔钱。最近媒体关于黄金的报道也非常多。南方日报报道说，金价又跌了，有人一夜亏超47万。说今天他只在5月1号而现货黄金继续走低，向下跌破3230美元每盎司，日内跌超2%。相关话题，金价连续跳水冲上热搜，引发关注。5月1日，多家黄金珠宝品牌首饰金价，其中老庙足金饰品价格跌破1000元大关，也就是995元每克。在某金融平台，有投资者高位上车，于4月20日以829元每克均价买入超1000万元黄金积存金，并在次日金价下跌后选择清仓离场，一晚亏损超过47万元。金价剧烈波动，多家银行机构密集发布风险提示，呼吁投资者理性对待黄金投资。亦有部分金融机构开始调整黄金积存金产品规则，如提高黄金积存金交易手续费、上调积存金起购门槛等。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，今年第一季度平均金价达到每盎司2860美元，同比提高38%。那黄金为什么涨幅这么大呢？世界黄金协会认为，他说美国的关税阴影、地缘政治不确定性、股市波动以及美元走弱，这些都成了黄金金价一路上涨的一个推手。这个每日人物他4月29号节前有篇报道，叫第一批追高黄金的年轻人已经亏麻了。它这里面主要写了好几个年轻人动用他的积蓄或者借钱去买黄金、炒黄金，甚至还有大学生炒黄金，一天亏完1个月的生活费。说清明节以来黄金大涨，从4月8号开盘的2982美元每盎司上涨到4月22日收盘的3382美元每盎司，当日最高冲到了3500美元每盎司。早买金的幸运儿发出感慨，说大家都赚钱，到底谁亏了？然而亏了钱的人也不在少数，他们本就厌恶风险，却在这一波行情里被情绪左右，在高位梭哈，如今更是花钱买了教训。关于投资黄金，咱们这个频道的老粉丝都知道，我一向不推荐黄金投资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不推荐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普通人对黄金它的金价的走势，它金价影响因素没有办法去了解，就很难了解清楚。黄金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，我们只能赚自己认知范围以内的钱。你不能看着说黄金从2000多，比如2300每盎司涨到现在3500，涨了这么多，我那个时候买了50万，我现在挣海了。这种叫幸存者偏差。如果你是这种观点，那你要买比特币或者买什么其他的投资品，那涨得更多啊。这是我的第一个理由，我不推荐黄金，因为不了解它涨是为什么涨，我不知道。它就像现在它跌为什么跌，我也不知道。第二个，黄金这种东西作为一个投资品，实际上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叫缺陷。作为投资品，它没有办法为你带来这个现金流，你只能通过买卖。你现在是700一克买的，涨到1000一克，我把它卖掉赚300，一克赚300，只能这样通过低买高卖，它自身不能给你带来什么现金流。比如说不像房子好歹我还可以出租，这个房子升值还是贬值先不说，我可以选择不卖，我可以把这房子租出去，每个月有3000、5000的收入，这不就有现金流吗？那黄金你是做不到的，甚至它连股票都不如，因为股票你拿了之后，人家股票每年还分红嘛，好的股票1年分2回，也能给你带来现金流。这黄金它没有现金流。第二个就是黄金作为投资品，有人他老觉得黄金是硬通货，万一出现什么特殊情况，对吧？你那个钱就变成纸了，美元也是纸，一切都是纸，只有黄金是硬通货。他老有这想法，他忘了一旦出现那种极端情况，你就不应该拥有黄金，拥有黄金就是犯罪。你老老实实上交给国家，以指定的价格得交易给国家，你还能私自藏黄金，那你只能像过去的那个地主老财一样，把黄金用一个小土罐装上，埋在一个什么地方，叫此地无银300两。
买在那儿之后，那个黄金是谁的也不知道了。也好了，后来人自己省吃俭用买的黄金，不知道给谁了。这个黄金里面投资又分什么实物黄金，对吧？还有黄金的衍生品，还有黄金的一些纸黄金等等。我的观点，胡适有人管，有证监会，完了发行审核，每年做这个定期报表、季报、半年报、年报，还有审计师去审核，这样的一个市场，你都玩不好，里面作弊。那你说一个黄金这种交易、这种投资品，谁管？它主管部门是谁？如果你买实物黄金，那就更麻烦了。所以说，黄金里面门道特别多。作为股市这种标准投资，我认为它是个相对标准的投资，你都是受害者，你进去都是被人割韭菜。那你说实物黄金这个交易，都已经不能用割韭菜来形容了。对吧？那更加残暴。我们先不说黄金买，就是你买黄金出现什么问题。现在因为金价波动，金价在涨，也催生了一个行业，也不是叫催生，叫带火了一个行业，黄金回收。也很多年轻人一看这金价涨了，那我就把这黄金，对吧？我买的金戒指、金耳环、金链子。我当年是600多买的1克，现在涨到1000了，我把它卖掉套现，对吧？还赚钱了。结果这个黄金回收市场里面也全是坑，有多少坑？最近凤凰网它有一个采访，他采访的是全国黄金市场的华强北，也就是深圳水贝。凤凰网对话黄金回收的商家，带大家认识一下黄金回收过程中的这些猫腻，黄金回收中的坑有多少个？大家看视频，很有干劲，每天都在为这些金钱奋斗。水贝的商家经常都是像你这样子，浑身带个6、7位数才出门的吧？也没有呢，我这种属于比较高调的。金价暴涨，然后昨天又暴跌，对你们的生意是有什么影响？就跟那个过山车一样的啊，暴涨的时候大家哇。我要买，赶紧回我消息。然后暴跌的话，我昨天买的能不能退？真的会这样子。跌的时候，它不是应该来入手吗？因为这时候价格比较低。不是的，昨天晚上金价770多的时候，我不买，因为我觉得它有可能还会再跌一点，我再入来得及。但是它今天一睁眼的话，都到790多了，我得赶紧入了，因为我再不入的话，它涨到800怎么办？人都是有这样的心理的。水贝有人靠黄金回收能够年入100万。所以这一行真的这么香吗？回收这一块的话，它是不透明的一个状态，就是大家对黄金知识的一个薄弱，很多人他是不了解的，甚至在你买黄金的时候，他对前期的商家他是不够信任的。在水贝一个首饰要过10几遍称，这一点都不夸张。但是到顾客手里以后，如果少金的话，他就会觉得是我们这边的问题，而并不是回收的这个人少称。就是说，你们跟客户之间的信任其实是相当脆弱的。是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他也给了回收黄金的人有机可乘，他会告诉你你的金不纯，你的克重不够，或者说你的金磨损了。一般像黄金在水贝过秤的话，都是3、4千块钱一条秤起步，就不会用那种几十块钱的小秤，小秤克重是可以自己调的。第二点的话，就是你熔金的一个过程。你过火烧以后的话，跟过火前就是像这一类啊，你不带颜色的，你过火烧的话，它是影响不大的。差异的话在0.02左右，也就10几块钱。在那个回收地方，它过火的话可能会少到1克、2克、0.5克。现在的金价就差好几百，甚至上千块了。正常克重的话在0.02左右才是正常的，多了的话基本上都是有一点问题的。我拿去的100克的镯子烧完之后，他告诉我变成80克了。它这中间这个20克到底是怎么少掉的？一般像我们烧完手镯啊，在水贝的话，它是有2种的。一种的话，它是过水，它是有专门去溶解这个黄金的一个容量，然后你过一下的话，它就会少一点，时间泡得久一点，它会少得更多。这是一方面。第二一方面的话，它就是会告诉你纯度不足，只有80%的纯度，100克它直接就按80的给你回收。你说的那种纯度不足，是不是就是类似于这2年很流行的那种，像你戴的这种，就是镶嵌上面有珐琅啊什么的这种，他就会说你这不是100%的金子？不是的。他说纯度不足是在足金的情况下已经熔完了，这些东西它是过火是会烧掉的。直接蒸发掉。对了，就是没有了。他会说你的黄金是不纯的，里面比如说含铁啊、含铜啊，但是他又没有过机器，就是当面的你这个金不纯，你看，然后只能按80%的纯度，这种的话都是不要相信。在水贝唯一验证的方式的话，就是过机、过光谱仪，
测试，而且测试的点位都是比较多的，不是测一个点。如果说这几个点纯度都是足的话，那就是没问题了。所以正规的商家一般都会有光谱仪，可以这样理解吗？是的。就是没有光谱仪的地方就要赶紧逃，对吗？很多店在回收的时候，它会出现一个费用叫折旧费。其实黄金是没有折旧一说的，这个相当于就是它的利润。其实这个就也只是他们的一种手段。对对，普通的消费者，如果说我现在就着急用钱，我就是想把这个金子卖掉，最稳妥的方式是应该去哪里？其实最稳妥的就是在你找到那家店的时候，你可以问他几个问题。你这里回收金价是多少？所以在你回收的时候，你要清楚的知道现在的大盘是多少。一般正常回收的价格是低于大盘的3到15之间，都是比较正常的。第二一点，你可以直接问他，像这种它上面不带镶嵌的，你就直接问他就好了。我这个烧一下会少多少秤？一般专业做回收的，他看一眼，他能告诉你一个大概数值。就像我这个手镯的话，它老是少0.01、0.02都已经是极限了。那在这个克重范围之内，你是可以给它直接去回收的。我的这个克重少了很多，那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？卖之前你一定要清楚知道你的克重，如果不知道的话，你可以选择一个大的级别去给它称一下，这是没关系的。第二一点，过完以后你要知道你这种相差有多大，如果在0.02左右的话是问题不大的。第三一点的话，就是你去回收的时候，跟对方先沟通好再去熔金。不要先熔再去沟通。烧的时候它价格是高的，但是烧完以后克重少了，你后面再去扯的话就很难。就保证金子的克数才是最关键的。是的，少1克的话就好几百，但是你回收价格多3块5块的差别不会太大。如果少了，那你可以选择报警，东西不要让对方拿走，包括他的一些设备什么的。在回收的时候，他说你这个零部件不算黄金，然后比如说这个耳钉上面的那个小针，对，他说这个不是，这是合理的吗？这是合理的，但是我们是可以去规避的，因为你直针的话，以前的工艺的话确实是900或者990，它的纯度的话是比较低的，然后硬度就会高很多。这是为了避免变形，但是我们回收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这一点减下来，不然它会影响整个黄金的纯度。这样的话，你的那个算下来肯定是不划算。还有一点就是在这种有颜色的回收上面大家要注意一点，包括钻不要一次性过火去烧，因为它这些烧完以后，它可能会有残留，也会影响整个金的纯度。所以在你过火之前的话，你可以先用暴力的方式先给它取下来，然后直接烧金就好了。抠下来的那个东西是他们完全不回收，是直接丢掉的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可是我买来的时候，它都是要算一个附加费的呀。对呀，但是黄金的话，它现在的款式跟以前传统的不一样，它更像一个时尚的单品，都是女生爱美，在提供情绪价值的东西，还保值，这是一些哄自己开心的说法。高价回收的话，它是有2类，一类的话它是正规的，但是正规的它是不怎么挣钱的，一类的话就不正规，不正规的话它就是暴利。比如说我现在的金价是800，但是我正常的回收的话，它是会少3到10或者15是正常的，但是它不能高于800。高于800它等于是没有利润的，甚至还会给你贴钱。高于800的话，统一就是骗子，无一例外，没有人不挣钱做你这个生意。消费者也不要想着从商家那里能够占到什么便宜，对吗？买的人永远没有卖的人精。这是刚刚一个粉丝寄过来的旧件，我们给它拆开看一下是什么。我们熔之前的话要给它过称一下这个手镯的话，它就是4个9的。然后给它看一下，看看中间的那个夹心。爸爸。你看，没有少一点。哦，一点都没有少哎。可以的，这点。最近价格不是很高嘛？那来回收的人会不会明显变多？会，价格高的话，其实回收的人挺多的，就是急于抛满，因为有人看好金价会大涨，但是也有人不看好。这时候来的人主要是一些什么样子的画像呢？其实回收的一般都是年轻人，年轻人的话，他需要钱周转呀。用我家乡话来说的话，我父母他们那一辈的话就是守财奴，他有东西他也不会愿意卖给别人。但是年轻人的话，他需要这个资金去周转。还有一点的话，很多年轻人他看着这个金价，他是觉得已经到高位了，他
他就会把它抛掉。就是在年轻人看来，可能黄金更多的是一个投资。那你们回收来的金子，它又流向了哪里呢？我们的话还好，因为我们每天有做零售。你金子的话，我回收500克，我今天500克我能消耗出去。他们这种一般都是，如果说我今天回收是800回的，但是第二天掉到780，它这个料等于它是不出的。做黄金的话，它是通过周转赚钱的。你说你买一堆板料在那里。也就是说，你满心欢喜的你买了黄金，我们假设你买的黄金没有任何问题，欠租金没有被坑，那你黄金不能吃，你要用的时候你记得变现，把它变成现金。等你变现的时候麻烦了，全是坑。对，刚才这个水贝的老板也说了，这么多坑，就不说你买的黄金是什么金包铜，对吧？你就是欠租金，你一样被人宰，鬼趁偷金，对吧？不法商家压价套路层出不穷，消费者的热情换不来他们的手下留情。有人炒黄金亏了1个亿，无论你是做多还是做空，你都有可能赔钱。所以作为普通人，你可以消费黄金，你有钱，你可以买黄金、金戒指、金耳环、金项链，作为一个首饰品佩戴，也可以去收藏保存，那叫消费。但是从投资角度来说，就是黄金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投资品。有人在这个金店买了黄金之后，再把黄金再放到金店去租赁，或者叫存在金店，金店就开始玩这个庞氏骗局。你刚才不说了吗？你买黄金没有收益，人家金店给你收益。你把黄金，你在我这买了100克黄金，你这黄金别拿走，你放我这儿存在这儿，我每年给你5%的利息或者8%的利息。那很多消费者觉得，你看这多好，我既买了黄金，然后黄金放在他这儿，我不拿回去，这就没有什么克重，没有偷秤，也没有什么被人调包，我就在你这儿买的，就存在你这儿，没毛病。每年还给我几的利润收益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但是这个咱们以前也介绍过，这个里面都是骗局，你盯着那点收益，人家盯着是你的本金，庞氏骗局。等他玩不下去的时候，人家跑路了，你那个黄金就是一张纸，你除了去报案别无选择。说实话，金价后续是涨还是跌，谁也说不好。涨还要涨多少，谁也说不好我记得高盛说，今年的黄金要涨到$3700一盎司。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跌就不用说了，一跌你肯定赔钱，这不用说。涨你能赚钱吗？未必，因为坑太多。你现在是3200买的，等它涨到3700的时候，你一样不一定能赚钱，说不定你还赔钱。所以说黄金，我的观点是只能消费，买一点带着玩，不要指望着这玩意投资啊。在当前经济形势下，存银行还是最保险的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